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喵咪来读这个龙头山。龙头山是东龙北先生伫咧1990年代所完成的一个比较日本大河小说剧、大河剧迄种概念，就是伫咧讲人的故事。这个人的故事呢，是啥呢？真实的人物是蔡阿信医师，伫戏剧内底是叫做屈雅信，所以我感觉这是可能我到底做，应该是这吧？无啊，我可能真正看唔到伊，因为我伫迄个说 YouTube 有开一个直播，所以伫 Clubhouse 大家就是我咧嘛做迄个说分享的对，所以农场课应该算啥？简单连接起来是分享的，有当阵迄个做啥？无讲介好势安尼。好，快点，拍算要来读10页，看卖啊一个，看我有啥物会使分享。我是甲迄个一个啥物活动做背景声音啦，所以就罔听。应该是。好，来继续来甲读落去。龙刀山第2部曲倒第13章，这算是第3集好啊。唔准讲伊迄个流程甲张医师按台北病院互派去屯仔脚做医师屯仔脚的医疗所安尼。所以有一间用土角起的基督教传道所传道的牧师娘，因毋但合力替起这间新区生查囝，大个叫做苗苗，第2个叫做关关，这可能是中文的讲法吧，用他字，台语人号名较袂安尼啦。当然，因信道的人信教人敢会安尼讲，我毋知影。这一年，阿苗是和尤牧师同款按淡水木马街创办的学校，那卡无几工，就和尤牧师2翁仔某熟悉，而且就搁真深刻交往起来。所以就按头一个礼拜日开始，尾每一个礼拜日也拢来传道所做礼拜。因为看雅信一个女医师伫咧医疗所诚孤单，尤牧师娘就主动邀请雅信和友去来因传道所的徛家和因同齐住，而且互因食，互因住，供应哦，而且佫互因食，互因住，就敢若家己厝内人同款。雅信本来伫咧医疗所也感觉小可无方便，可无讲会当搬出来家己住。现主时敢若师娘遮尔热情咧邀请，也就答应啦。过两天就由这个张医师来协助，和友去搬入去尤牧师娘和友去搬入去尤牧师的托角厝来住。从此，雅信和友去除了上班时间去到医疗所聊外，其他的时间拢和尤牧师一家口做伙生活。雅信特别是介意阿苗和阿关，然后因就教因读册写字，和因佚佗讲故事，袂输甲因当作是家己的小妹伫看待。因为雅信搬来尤牧师厝里的时阵，是张医师替伊搬的，也因为这个缘故，有时一家口就和张医师有熟悉。尾佫听见雅信甲因讲，这个张医师家己一个对抗流氓的代志，独当一面，孤教是吧？独当一面。
怎样讲？我看觅，因为有当初伊的用字用词，我就感觉小可无，所以照我的理解，这个张医师家己一个人对抗罗马的故事，就搁较互游牧师两阿某对伊产生好感，所以就常常邀请伊来厝里食饭。啊，若礼拜日就听伊来，就邀请伊来听道。针对食饭，张医师确实是边啊叫拢会到。啊，若听道，伊也从来毋捌去过。就感谢会议吼，伊也从来毋捌去过。真罕伫礼拜日啊，会当休困一工，伊甘愿摕伫咧医疗所的男医生宿舍的眠床顶，骹翘咧，粉薄咧，看是要读报纸还是读册，或者是规气来去困较赢。有一天暗时，有一天要暗仔，游牧师规家口含仔甚有气，尤其以及张医师伫咧食暗顿的时阵，厝里汹汹来两个人客，一个是40外岁的妇人人，另外一个是20出头的少年人，两个面貌也真像，一个看就知影是母仔囝。游牧师和牧师娘就随暗饭桌顶徛起来，真欢喜去甲迎接。拄咧毋知影来的是啥物人，迄个妇人人就甲牧师娘一个就一把抓住，就一把抓住。有咩来讲？伊无个掠，怎会使讲掠？迄个妇人人是讲即个声音，人阵啊，算是练习吧，当做背景声音嘛呢。听无英语是英语，无够来，加油啦！歹势。这是调工要做家咧，伊抓我直觉是掠，按过的掠，可毋是迄种什物掠，什物货啊？知影来是啥物人？迄个妇人人早就甲牧师娘一看，我就目睭紧紧看你大汉，看你头雄雄就恍然大悟。恍然当然是突然间嘛，还毋过恍然大悟，还有一种哎哦。好啦，我来讲，直接甲伊读做文言语嘛呢？恍然大悟，牧师娘就雄雄嘴啊笑甲二塞塞，伊就出来去摇新太太的手，讲啊，新太太，毋是我袂认得啦，实在是住伫土角厝吼，无通啊，光线无好，佫也无点灯，才会看袂清楚啦。入来啦，食饱未？来甲阮做阵食啦！真实诶，拄好恁伫咧食饭，来甲恁搅搅。阮来诶时阵就已经伫外口食饱，你做恁食。新太太安尼讲，无要紧啦，敢有啥物重要代志啊？游牧师总算佫就插嘴讲，也无啥物重要代志啦，就是我即个后生吼，伊是我独一个后生啦，应该是孤囝吧？那种咕咕的笑声，独一个后生啊呢，啥有长，啥无长，敢若恍然大悟是形容心悟着醒起来，啥有长是讲头尾有知影啥物货啊？伊就是我的后生啦，独生啊，应该讲，他们即个这就是我小犬，伊是我姑姑的后生，独一个，也无啥物重要代志啦，这拢孤囝啦。新太太记迄个少年讲，互迄个少年小可歹势起来，夜头去我土角厝，是为着夜头去看迄土角厝顶，为着要防水的油漆擦甲规片乌色的点仔架。新太太就继续讲落去，伊就拄则按台北医专毕业，就去台北病院实习。院长讲迄个医生。院长讲遐医生伤济啊，才派伊来即个屯仔骹医疗所实习啦。我帮伊家己一个来遮袂放心，有听见恁伫遮咧传道，才特别亲身带伊来甲恁三见面。希望我转去了后，恁才好啊甲伊照顾。这无问题，你做你放心，阮会好甲伊照顾。
杨牧师娘安尼讲，就翻头举饭桌顶的雅信和张医师互沈太太看，然后趣味咧讲啦。你看，这两个也是医疗所的医生，这位是区医生，迄位是张医生。因这两个医生的老母无来甲阮拜托，阮也就咧甲伊照顾啊。阁无讲你亲身来甲阮拜托，特别咱以前阁是好厝边，哪会无甲恁这个高后生照顾的道理咧？余牧师就安尼讲袂煞，讲啊大家拢笑啊，滔滔不绝。因为进前迄个啥，中文的讲法是迄个什么絮絮滔滔吼，什么货安尼啊？当然，台语咧讲是我那嘛足侪通我讲。伊絮絮滔滔，一个讲袂煞，还是啥物讲袂停安尼。当然有当阵啊，迄种中文台语的讲法，用字用词无一定相款。要讲一个讲一个情景的时阵，总是看个人迄个啥功力吧，用字用来安尼。滔滔不绝 ，Marino， 对吧？讲甲喙甲全破，对啊，讲甲喙甲全破。鸡鸡蛋，懵懵，伊讲袂煞，哒哒叫，哒哒叫。伊中教授，伊这词应该查过一个改，就是讲无一个较好记，迄个记伊个调，讲袂煞。夹夹叫，讲袂煞，夹夹叫，讲袂煞。当然，若是水是滚呛呛呛呛滚，好，讲袂煞。余牧师娘讲袂煞，讲啊，大家较认真去，就较认真，担头去看壁顶擦甲乌乌的点仔加。从此用余牧师娘毋若定定请张医师来食饭开讲。而且，便若请张医师来的时阵，也拢同时间请心医师来。这个心医师虽讲毋是教徒，倒是无反对听道，所以也着接受余牧师的邀请。几个礼拜就来传道所听一解道。这互尤是一家口仔诚欢喜，特别是伊也真少年，含伊对双生仔查某囝阿苗和阿关诚做好朋友，常常也替雅信陪因耍。就伫即一年的清明时阵，屯仔脚的村里的人去到村的近傍所在墓地去陪墓的时阵，雄雄按迄个相思拿走出来一只梅花鹿。嘛是直接甲讲梅花鹿啊，只是讲咱的台语感觉一直以来就拢讲即个讲法。我无确定，梅花鹿，大劫梅花鹿，也是一个台语电影嘛。我无小心去试着梅花鹿，Formosa cicada，梅花鹿，有人是梅，有人是梅啊呢。White spot， 第二个是花鹿。身躯有一寡点，梅花鹿，梅花鹿，这对村里人来讲是一件空前的大代志。这屯仔脚以早虽讲也有梅花鹿，但是迄也已经是几了百年前芳时代的老故事啊。这一代人，这一缘的人，谁也毋捌亲目睭看过梅花鹿。更加免讲是亲身拍过梅花鹿，所以屯仔脚少年人就联合起来，各人就举低头棍棍棒，有鸡丝举鸡丝啊！你反正就咧甲鹿仔掠到手也是安怎样？迄鹿仔足惊人，真容易着青惊就对啊！
一听到人的声就走，啊，这是哪会直接冲出来？唔知影。藤条拐啊，棍啊，竹篙，就是集合名词就对了。所以藤条拐啊，竹篙，啊因也低头，有迄个低头爬嘛，所以棍啊，推长，推长，棍啊，棍棒是一个集合名词嘛。安尼声应该就 OK 啊吧？是不是？棍棒，所以拢用棍啊来集合名词来讲，所以就拢低头棍啊夹咧，甲即只梅花鹿规个围起来。武贵下晡，总算讲甲即只梅花鹿围起来，乱棒打死，乱棒打死。我看有影，就敢若大部分人会惊蛇，就看着嘛是围起来，我要走着，杀啥物物件，怎甲讲死啊！所以乱棒打死。当然这是一句话啦，啊，咱即马迄个啥，即马大部分拢是字典词典啦，无迄个较罕有迄个规句的，讲你想要所以讲即句要安怎讲啊呢？用棍仔乱讲，讲到死，真可怜。就规下晡，总算讲甲即只梅花鹿围起，用棍仔甲讲到死，真欢喜就光体床仔骹，皮白白的腹内乌条，用火就甲烘开。迄一暗就大只鹿仔肉，又搁配烧酒，大家啉甲醉茫茫。迄个时阵，这差不多1930年代吧。迄个无咧，逐工过年讲有肉通好食的，所以一个看到，就掠来食。以前这个无主人的，对吧？人讲讲狗爱看主人，这毋是狗啊，所以无人饲的，就是野生的啊，野生的就无人会啊，无人会就是，这样就无简单着。安尼有一只鹿啊，有一两个啊，老一辈的村人看到就真害头，无啥同意，不以为然就是无同意啦。啊，只是摇头不以为然，可能就是迄个啥，就敢若对遮咧讲的时阵，随紧念一个阿弥陀佛，甲伊祝福是安怎？这老一辈人真正感觉实在是真无适合的是安怎？怎不以为然当然是无同意的概念啦。啊，毋过就是拢 Marino 甲台湾线顶面书店拢讲迄个啥，直接读文白啊，直接读白嘛呢啊。到后部是讲一个袂做得，袂做得，袂使得。我就讲张龙教授无想即个事，我会记得是无同意，还是安怎吧？看法无看做是安尼，无认为是安尼，无同意，袂敢看袂，所以可能爱倒头讲。有一两个啊，老一辈的人看都袂做得，就咧害头，拢讲梅花鹿天生就一个惊人，本正应该是住伫树林内底咧觅的，哪有按树林走来平原村庄的道理咧？可见这一开始就毋是好调头，而且梅花鹿是顺良的善类，就准讲掠着嘛应该好好来甲保护养饲，哪有甲剥皮掠来杀的道理啦？可见后者去触犯着神路，
会带来灾厄，对规个屯仔骹拢毋是一件好代志，应该悲哀，毋是欢喜诶代志。针对于这个话，遐会食鹿仔肉配烧酒诶少年仔，就该当作马逆东风，一点仔就无听入去。毋若甲当作笑话，而且佫口说这老一辈诶人，老古板，你看语如意，有当时就是一寡较古早诶想法，去用当作比较像迂儒与古董。所以伊即个中文的语法后壁斗一个来，迄嘛算一个语尾走数吧，伊毋是有来意思啊，而且还揶揄这些老一辈的迂儒与古董来。伊个来就是敢若我甲你讲哦，都我咧讲歌啊，毋是讲家吼，都会属于种的吧。所以可能啊，老古板吧。当然即马迄个啥。伊即马咧讲的即段可能要带后壁发生屯仔骹的大地震的代志，算讲唱一个底就对啊。我今天拍落去，反正应该就是拢讲老古板吧。先生用字，我毋是真理解，当然使要讲安怎？我会记得较早你学校是读到迂腐嘛，对啊，迂腐，甲无，陆颂啊，陆颂嘛是安尼哦，甲无，蚵仔仙，敢用蚵尔，老古板，蚵仔仙老古板。因为当中的确对我不一定随看到，所以怀地的安心自在自在啦哈。较早学的是迂腐啊，伊当然有可能讲有读册也是安怎吧。有区头壳顶，即个人头壳小可定定。即个人小可有区，就是袂变跳，老古板，坚持规循环就对啊，大概是安尼吧。老古板，老古董，嗰啲口生声的老一end的人，较定定，袂晓变跳，老古板。讲也奇怪，就第即个暝里，当所有的电火拢甲分花，油价的双生祖囝阿苗和阿管，也已经做伙困伫咧，敢若有一面壁倒的大床，汹涌之间，大地开始摇，伊摇甲遐尼厉害，总算讲甲阿苗和阿管拢摇甲醒起来，点甲敢若听到厝里的婴仔叽叽弹，厝里的音乐也拢落在面床顶。阿苗和阿管就拢惊甲哭起来，所以就听到隔壁房的雅信转车卡冲过来，将阿苗和阿管揽咧，轻声甲因安慰。在迄个黑暗当中，阿苗用哭的声问甲伊揽咧雅信讲：雅信姨啊，这厝哪会遮尔摇摇？迄是啥？这地动啦！一点仔久，一点仔。这是地动啦，搁摇一困就袂摇啊，这个语法怪怪，一点载酒就不会摇啊啦，就袂摇啊，头一个点仔久，怪怪的，一点仔久就袂摇，无我毋是安尼讲的，因迄个屯仔骹大地震不哩啊大真严重，那还是着真温柔啊，咧甲阿苗啊。那是伊啊，这厝摇甲遮尔厉害，厝敢会倒落来？阿管就淡淡伫咧问：啊，囡仔人毋通黑白讲啦，是
地动摇一个尔，这土角厝定国国变哪会倒落来咧？咱先讲咧，伊也慢慢啊，咱先咧讲诶时阵，地动也慢慢恬静落来，佮过一困啊，就无佮摇啊。所以咱是则拄甲油灯点啊倒，甲咱是则拄甲油灯点啊倒，嘛甲阿苗含阿关拢考囥因转去眠床顶，佮陪因讲一群仔话，则甲油灯分落花，转去伊诶眠床困。即一暝也无啥物动静，一直到天拍母仔光，则佫有2摆轻微诶地动尾，不离个迄个地动是不离啊细，袂输敢若吹2阵仔风，逐个又佫拢伫咧困，所以除了一寡下早起来煮饭诶做餐户人啦，农妇哦，即个农妇当然。户人人要强调是做田的，因为做田的人拢醒起了，就拢去田里做事啦嘛，甚至拢是去田里做一困啊了，才有转来食早啊，因为日时去做，日头较袂遐大啊嘛，较秋晴啊尼啊，农妇。这是农妇，当然照字读农夫，毋是袂使。哎呀，这是农夫安尼，做田查某，好啦，做田嫂，所以，农夫伊电脑讲做细兄，妇人人讲做田嫂，兄嫂是吧？做田人、做事人、做田兄、做事兄，爱遮甲我讲做田嫂、做田兄、做事兄，无讲做事嫂。做事嫂是毋是有其他的字音换去，怎啊行去误会？好啦，做田嫂。所以除了一寡起来煮食的做田嫂，谁也无感觉到，就继续咕咕困。但是就伫即2摆小可震动的地动尾平静一段时间了，雄就佫迄个震的程度是遐尔啊强烈，又佫激动，连困甲深深睡熟，所以若困有加做，对吧？头前是咧讲继续甜蜜的睡，后尾是讲深深熟睡，所以可能是困有落眠。困到落眠的阿苗嘛，去用药甲醒，伊只甲目睭拍开，就看到迄个乌鑫树的厝顶破去破裂洞开，厝崩去就对啊，现出一角鸟鼠仔式的天顶，雄刷来就砰一声，规个厝顶拢落来，伊也拢毋知人啊。等到阿苗啊，佫醒起来时阵，伊规身躯拢袂顶袂动，伊发觉到骹含手拢互土角含虾片底甲重重压住，伊迄阵吞仔骹大地人真正死伤足惨重诶。因为记是1930几年吧，所以即搭遮当然伫小说内底有可能时间上有小可跳是安怎吧？就讲迄个啥，因为我记吞仔骹大地人是1930几，1932啊，1936，我袂记起，我记是1930年代。啊，伫咧戏出内底，我就讲龙刀山即个戏出当时又去。重新安怎讲改写过哟。小说家是无去讲到
伊开始甲伫日本实习一个理发生，啊，伫戏出内底有，所以这当然就是我就讲戏出甲小说有一寡争差嘛，可能就是故事的迄个连续性也是安怎，所以种种野子哦，得甲暗暗，感谢你，看卖啊，因大概可能日本时代当然是日本厝无问题嘛吼，迄厝可能就是较古早厝安尼，较古早厝的时阵，迄婴仔就是断去也是安怎嘛，厝顶规个崩落来嘛，伊发觉着手含骹拢有土角含虾片，缀甲掉掉，暗面蒙片仔片着一阵真高的迄片帮倒救着伊一命。因为就讲因的车就开始下死命哭，毋望有人听到会进来甲伊救，但是一点仔路用就无啊，就总伊哭甲真久，连声音就哭啊规拢烧声去啊，伊完听袂到一点仔骹步声行活来，眼前伊完是乌米嘛，骹手遐完全是伊完是一堆的绳仔遐，互伊感觉心惊惊，非常惊吓。伊想着讲啊，伊就强要死啊！就伫即个绝望的瞬间，伊忽然间看到一个富人人，就敢若圣经内底的画图片内底所看到的天使，迄一样。伊即个词我真正袂晓读，以利哦，啥物会？通嘛？啥？像是时光斑斓的，时光斑斓迄个时，甲迄个方向的风改做会走迄个，吼啊，迄个以利哦，这是以利我毋知影。较早你校敢若嘛无学过介济，弯来弯去哦，弯，以利哦，以什么会？伊，你是读伊。弯，个觉所在，弯，差不多。你讲不讲？哦，伊是讲去找蜿蜒哦。弯，所以看到迄个天使弯行来到伊的眼前，即个富人人摸一领拖到涂骹的白衫，洗一个真柔软的长头毛，看袂着面，敢若用卡切片圆，用袂顺啊铃仔声来对伊讲：阿喵，毋通哭，等一个自然有人会救你出来。以利对啦，是利，我毋知里面啦。不过拖腮莲敢若毋是即个字诶，因拖腮莲甲迄个以利即个是，伊讲弯我行来到伊遮，即句话讲完，迄个富人人诶背影就无看伊。即句话一讲完，就无看迄个富人人诶背影。后面搁咧茫茫渺渺当中，也毋过伊就定睛落来，伊就无搁哭啊，伊就开始目睭闭起来，照因老爸因日仔教伊诶主导文开始祈祷。
经过一段不哩啊长的时间，一直到要挖豆的时阵，阿喵才开始听到有人的声音，所以伊就开始大声哭起来。抑毋过无人有听到。就准讲，迄个人的声音是按远来到近，按边仔经过，甚至踏伫伊的头壳顶，甲迄个床肚吐掉的砖仔遐，搁较重，怎啊缀到伊的身躯，伊打过嘛。因幼员听袂到伊的喊声，所以就搁按近去到远，最后又搁转去。真可怕的点睛和黑暗，但是阿喵依然真坚强等待。总算讲，伊听到因的阿母伫咧甲喊的声音：“阿喵，阿官，阿官，阿喵，阿喵。”总算讲忍袂了啊，就哇一声大大声哭出来，所以就听见雅信姨啊的声音伫咧大声嚷讲。较紧诶，较紧诶，因伫遮啦！才听到雅信伊诶声音，就随有低头含烟笔诶声音伫咧咔咔响。我是甲讲烟笔啦，迄是叫做啥？也圆锹嘛，圆锹当然沙挑土土，迄是有几多种讲法。啊，讲做烟笔迄是敢若迄个啥？因一个讲法安尼，看下圆锹，伊迄是，伊开始要学啊嘛，开始要学啊了后，当然较大部分有诶是，对啊，烟笔、圆锹啊、沙挑、土签，伊迄就是要算。有诶是尖诶，有诶是圆，有诶尖头诶圆头啦。沙挑，可能迄种诶啦，圆头甲沙挑好啦。你讲鉛笔可能真侪人会怎啊讲去，来讲鉛笔是啥物货？所以当初一寡用字用词，就是变成讲爱去考虑到，伊迄个一般性或者是普遍性，到底有啊无啊？应该读了吧？圆球啊，沙挑，才拄听到雅信伊的声音，随着低头含沙挑的声音伫伊头壳顶响，过无几分钟，就看到几时啊日头光按破遐芳射入来，刷来搁一大堆阴影落伫咧面的，阿喵就开始，阿喵就甲目睭闭咧，喙也合起来，呼吸紧咧，较袂输伤侪阴影入去戏。来甲阿喵按破遐堆挖出来是，原来就是一位逐工一透早就踹卖杏仁茶的杏仁白啊，和另外一个逐工伫咧巡检的日本刑事，因为因伫咧附近试过乌土救人，游牧师娘和雅信才去险因来救阿喵和阿关，敢若甲阿喵救起来，迄个杏仁白啊和迄个刑事就暂时停落来喘气。休困，应该伊是讲喘息，小休一下。迄个杏仁白啊，和迄个刑事就暂时小休一下。煞看到游牧师娘甲阿喵拖去边仔，真着急咧问讲：阿关嘞，爱伫倒位？阿喵啊，敢若顾海头也无回答。所以游牧师娘和雅信就伫迄堆叶片堆开始找，特别是游牧师娘，袂输哪少会开始大声喊。阿关啊，你伫倒呀？应一声啦！阿关，阿关，因为一直拢无听到回应，所以迄个杏仁白啊，和迄个刑事也知影代志不妙，就紧甲，就紧伫咧原地阿喵的面床边，佫开始拍拼伫咧乌骨，
等到甲阿官挖出来，伊才发觉已经面成死灰，就已经死去。伊才发觉伊规个面拢死白去啊，袂叫死白，就死煞白嘛，因为白苍苍嘛。啊，毋过伊即讲，啊，毋即讲几点钟啊？尔，到底迄个面是白去，还是吐去，还是啥？有一个有做什么面如槁灰哦，什么怎讲？人过往去了后，迄个槁灰字怎样写？我记得是无血色啊，啊无血色了，毕竟是面肉，所以迄个面肉，迄个声就无共款嘛。我袂晓解释，啊，就已经，伊两姊妹仔困做伙嘛，啊，所以阿苗啊，有去互迄个病毒冻掉，所以无地死。啊，毋过阿关啊，可能伫另外一个角度，就知影地甲无命去。发现的时阵已经呈现死灰，发现的时阵已经死啊！这个赞美阿关已经死诚久啊！有木师娘走过来抢阿关，大声哭起来。啊，若雅信就甲阿喵揽咧，也流目屎。迄个杏仁白啊，因为尽管是担杏仁茶的担，生得真粗勇，含伊比较起来，迄个形势就三抽，细瘦苗条。这敢会讲三抽啊？张龙教授一个面如土色，迄个面如土色，敢是已经死去，无一定，因为当时迄个面如土色是规个面热落来，无毋知要安怎吧，所以林青云面无人色，面白色少，面无血色，面啊青顺顺。面无血色是个活咧，还是可能行一个面啊青顺顺啊？所以若死去的迄个面是，我会记得是种什么土肤色啊，什么色？敢若无是这个事。较早有捌读过。有当初去迄个啥，一寡亲情啊过往去的时阵，去甲看最后一面，迄面就是差不多是迄种色水啊，甲迄规个叫啥无食会知影，规个面白苍苍，迄种白佫无相款。生了真粗勇，后面比较起来，迄个形势就加足瘦的。即个时阵也无佫是形势伫咧发号施令的时阵，反颠倒是迄个形势记载杏仁白啊伫咧指挥，敢若看到迄个杏仁白啊向迄个形势一个记，迄个形势就佫对杏仁白啊去到附近救人。后面看到杏仁白啊带迄个形势走去到因隔壁一堆鸦片堆，因按破瓦残垣，因厝规拢倒去嘛，倒1930年代嘛，1930年代遐个厝，日本厝拢是茶者啊，厝顶用瓦扛，所以我记得是破厝，按迄个破厝堆救出即个家口一个后生，迄个后生的阿母困求杏仁白啊继续学落去，杏仁白啊徛咧徛头的肝切切的，完全无毫不动情，毫不动情，就是面无表情，毫不动情。
无带感情，还是无啥表情，伊已经，伊这样嘛叫几点钟已经忝嘛，可能遐头爱赶七个都无用，用无啥感情的开口问迄个阿母，阿母，你有几个后生？哥哥即个尔啦。迄个阿母记拄互杏林伯啊嗷出来后生讲，厝里拢是查某囝啦，拢待伫这下骹啦，杏林伯啊，你赶紧甲伊嗷出来啦！啊，查某囝无要紧啦，后生强起来就好啊啦。我无闲通去嗷啊，我着赶紧去救别人后生较重要。1930年代重男轻女，这话讲煞了，杏林伯啊，着搁对迄个刑事就看到迄个刑事对杏林伯啊，别位去救人啊。阿喵听见因厝后的断木瓦砾，听到因厝后，对啊，反正就拢，就是厝拢放甲，这是断木瓦砾，头前是破瓦残垣，啊个头前是什么瓦砾堆，反正就是迄个时阵。因为主结构是柴贴的嘛，啊厝顶就是砍下去，啊壁倒可能要防水，就是用点仔架固伫咧油布顶悬，才袂落雨的时阵外口落大雨，内底落小雨嘛，所以就是至少3种材料嘛。当然壁倒结构用柴以外，迄个壁倒有诶，可比讲诶，即个油木师因是住土角厝嘛，土角厝是用迄什物，有诶是用柴编做一角一角，用迄个啥，伫咧条啊含鞋啊之间柴毋柴，底甲边边诶了后，才灌土角甲迄个什物。乌糖掺醋糠，啊，佮掺啥物货？就类似，敢若即摆有做空壳嘛，因为空壳是迄个水泥去用的嘛，水刷水泥落敲嘛，啊，迄个时阵1930年代，就准讲有迄个阿门图，抑毋过可能嘛无遐尼济，无遐尼方便，甚至无遐尼俗嘛，足贵的嘛，所以。传统上，台湾遮就拢用什么土角厝，丢落地动的时阵，咧放落去到地。有当阵啊，真正就是，至少含现主时，佫无相款，所以厝放去了，鞋啊断去，断木瓦砾。阿喵听见因厝后的破厝堆有一个妇人人伫咧喊。救命哦！救命哦！有一个查甫人听到声就赶起来，雄雄公公也无等沙条骨落去，就先大声问涂骹迄个妇人人讲：阿雄有伫咧下骹无？无啦，是阿生伫遮啦。迄个涂骹迄个妇人人真衰弱伫咧讲，听完即句话，迄个查甫人一句也无搁讲，掉头就走，回头就走。干那要救某物人，无要救什么人就对了。是咧问阿雄，结果是阿生吼。无偌久，就搁听到涂骹迄个妇人人伫咧大喊讲：救命哦！救命哦！所以就搁听到，所以就搁看到另外一个查甫人，沙条举咧赶来，也像头前迄个，也像第一个查甫人相款问涂骹迄个妇人人讲：啊，你学巧的，毋知啦，大概有伫遮啦。恁厝顶甲阮掀起来就好啊，就会知影啦。恁厝顶甲阮掀起来就会知吼。迄个查某人果然就真拍拼乌棍，就去险两个人来斗相共，做伙甲厝顶掀起来。就敢若看到一个妇人人含一个查甫囡仔爬出来，无看到其他的查甫囡仔。迄个查甫人就只好鼻仔的呼飞的，就真生气离开去。悻然，即个事我一直想无气嘛，毋是真正气，生气。啊，毋过迄个中文的理解就是，敢若淡薄仔生气的概念。啊，毋过
伫大部分的语境内底，中文拢会讲悻悻然，悻悻然。嘛嘛是气挫挫，或者是气的程度甲气的迄个样态嘛。好啦，气挫挫，气挫挫，气挫挫，你才能讲，气挫挫离开。游牧鼠和有气，因为拢去用鞋仔和涂角缀伫咧胸坎，一时之间袂顶袂当。等到边的人甲因按土堆救起来，才发觉到骹手四界拢刺伤，就摕伫咧临时搭的草料啊休困，等待将来接去过伤哦，包起来就行啦。要不啊，等待将来去过伤是怪怪的，将来。伊就是伊刺伤，其实刺伤无遐严重就莫阁继续流血就好啊。所以迄就是减伤分类嘛，看伤势的程度嘛，愈紧急的愈大的先处理嘛。若无遐紧急的，就是暂时囥嘛。莫讲流血袂止就好啊。所以讲摕伫临时搭的草料啊休困，听后才听后。来甲包，即一天番道所附近还阁活一个人，就啉杏仁白的冷的杏仁茶过暝。听讲按台北方面派来救护队，以及特别用专车送来报观察班，第二天才会到。所以大家就只好伫咧原地眼巴巴地等待着，眼巴巴着。意思较早伫学校捌读过，毋过即摆要讲台语咧。简简啊安怎？金金看，金金看，鸟鸟看，鸟鸟想，腻腻看，金金想，望穿秋水，眼巴巴的。就是敢若会使等待啊，嘛无第二个动作通我做啊。意蛋，意蛋，目睭金金，看厝小气，真惨。所以伫即台车嘛是，嘛敢会使腻腻看尔。等到第二天透早，大家拢醒来，游牧师娘就替游牧师和友去看一下详细。忽然间想起沈太太迄个孤囝沈秘书来，就对坐伫咧一块破土砖的阿苗讲：阿苗，你赶紧去迄个医院看迄个沈医生，敢阁有得咧？阿苗就按破土砖徛起来，拄想要脱车骹冲去。硬是就紧甲嫌咧，佮补一句讲：阿苗，你看心医生了，顺便看张医师有伫咧无？阿苗就点头答应去。但是想袂到经过昨暝大地动了，全屯仔骹拢去用害做平地，夷为平地。迄个夷，对啦，夷伫遮袂输，敢若是一个啥动词嘛？毋过。变成讲，可能我中文无够好吧？我伫学着夷为平地，一个城甲贴做平地哈，贴做平地，那是贴啊，那是贴。灰正平埔，灰正平埔。夷为平地，拍做平地，拍到平地，弄甲平平地。
倒甲平平平，所以等于是，但是想袂到经过昨昏的大地震了，规个屯仔骹拢互准甲平平平，四季拢是土堆含茶堆，连路也无看见。阿明干来当打破遐片含长茶跳来跳来咧进前，因为是褪正骹跳无两三间的厝，就搁跳转来，双骹揽咧对牧师娘哭咧讲：阿娘啊，骹真疼，我行袂得去啦。乖乖，行不得去。所以，迄个瞬间伊安尼讲：阿娘啊，骹真疼，我行袂当到。敢是安尼？行袂去，应该是行袂去啦，行不得去嘛。我就讲，当我白先生迄种啥人的话的时阵，毋是帮白，毋是迄个啥口白的时阵，吼，就要用台语来表示。啊，毋过迄个时阵，伊找无字，找毋知要啥物字，所以就我行不得去，就行袂去啊。啊，你啊，骹真疼，我行袂去啦。有牧师娘想困来了，就讲：啊，对啦对啦，一礼拜之前我摒扫的时阵，有等一寡破的伫咧粪机桶。你搁去找看卖，看有人捡去无？阿明去到粪扫桶，按内底敲咧敲咧，果然就找到几箱啊破的。伊摕迄箱上细箱的套起来，就按即个厝顶跳去到迄个厝顶，沿路找到医疗所的所在去。敢若看到四季拢是死人喊哭的声，规个屯仔骹袂输变成一座地下城。当伊来到医疗所，迄个医疗所含其他的厝拢相款倒倒去。根本就毋知要去倒找，忽然间伊闻到一阵福马林的消毒药水的味，才确定迄附近就是医疗所啊。福马林当然是中文嘛，迄当然嘛是一个翻译的嘛。福马林，伊我会记得是，敢是 formula 啥物货啊？应该是一种化学剂，要甲迄个啥。有机体吼，佮讲动物的也是人嘛，迄个保存起来嘛。我袂记内底成分的比例是啥。看卖哦，看卖伊迄个，因为我记得是一个翻译的啦。后壁的朋友，我是咧读即个啥，龙德所的小说，所以。我也没去，然后不想 copy。所以福马林是35%至40%的甲泉水，佛鲁马林，叫佛马林哈，佛鲁马 FORMALIN 叫佛马林，中文是改讲佛马林嘛，所以台语变成伊直接读迄个佛马林甲泉水，体质100%， 40%，所以佛马林，伊甲泉敢若是毋是地感嘛？伊有迄个 CHO 的迄个啥官能基吼，官能基 CHO，甲泉，迄个像敢若有啥物六周期表诶，所有元素拢甲伊讲做台语嘛。啊，当然有一寡描述本身就有台语诶，不管。忽然间伊闻到一阵福马林的消毒药水的味，就确定遐附近是医疗所啊，就伫附近开始找。迄附近有袂少人，只有受伤的，若死的拢扛去到离医疗所无偌远的一个拍切仔场、晒谷场、大场场。晒谷场当然大场拍切仔场，可能是讲拍切仔场。
阿喵找咧找咧，要是找无心医师，嘛找无张医师，问遐受伤，所以就搁跳转，大声对游牧师娘讲：阿娘，心医师甲张医师拢找无，啊问遐个人也拢讲无看到。游牧师娘听完就一时之间，两蕊目睭瞪甲袂输哪灵应，啊人家是那边就规拢白苍苍去啊，所以两个妇人人就甲其他个人劝咧。但破下队来到医疗所的所在，找一群了，佮问真侪人，拢得到和阿喵共款的回答。最后，游牧师娘就带头，那是对伫后壁，两个人就蹒跚往稍远哦，蹒跚是拖骹步还是啥？因为这个毋是通是无目的，毋知要行去倒。毋过因是真知要行去倒啊，只是可能真忝，还是无搭话呢？蹒跚，悠悠喊喊，还是安怎？平哦，用平呢？哦，平 OK， 平。卡打探探，卡打探探，定啊定，为啥是定啊？天来天去是天来天去啊！伊迄路嘛无好行嘛，毋是已经根本无路痕啊，拢全破下片、破厝堆安尼啊，所以真正无法度正常行啊，无法度正常行，当然就偏来偏去嘛。啊，伊伫华语是盘咯，我等下读得慢，盘。耳朵啊，迄个啥，最近8月嘛，日本是唯一一个去互原子弹击着的国家。打探，拜咧，换咧，探咧。不过讲，张龙教授拢毋是用迄个呢，伊敢若用 L E 呢，伊毋是迄个入声咧，拜咧，怪怪的，拜咧，应该是咧啊。不过张龙教授那是用咧，奇怪，伊迄是一个状态啊，每咧，拜咧，换咧，平咧，所以平咧，拜咧。摊体，拖蹄，袂知骹手会掣，颠来颠去，踏着，大家偏来偏去，好，差不多是安尼。反正就是无正常的路通好行嘛，所以就两个就偏咧，较远的拍手仔场去。迄个拍手仔场早就已经摆30-40副的报观察帮，逐句就乘着尸体，要讲缀还是要讲囥，还是菜？迄个拍手仔场早就已经采30-40句的报观察帮，逐句也拢有缀寡尸体，挂小可寒的。游牧师娘一个掀开来看，掀到第17个挂的时阵，伊凄惨叫一声，凄惨的，应该是，反正伊等于是算要认尸嘛，对无？活爱见人，啊，死爱见尸嘛，对无？啊，所以伊即个凄惨，感觉直接
还是想要表达凄惨。受伤的人找无，讲死者互人锁来白切甲定嘛，只好就来找嘛。挂为啥？敢若伊啥呢？轻轻的盖着，就是寒的尔尔，甚至无看到目睭去。因为个是呐，伊讲的报的观察帮嘛，你迄若真正的观察，细汉时阵看到的拢是规条查落乌的啊，毋是像即马迄要火化拢用甲定起来就好啊。迄个时阵急着到地嘛，无法度啊，用报的观察帮短短就准拄煞，所以。现到第17个卦的时阵，伊真凄惨的喊一声：伊伫遮啦！讲完，牧师娘就双手合十，无力啊跪落来，大声哭。雅信游园继续一句一句，甲去30-40户看完，游园看无着，张医师拄毋知要安怎好的时阵，雄雄听到有人伫咧大喊：雅信姊啊，雅信姊啊！雅信就紧回头过去甲看，看到一个人骹腿。白狗的绷带，绷带是敢若是喉带吼，什么货？迄个啥？当然可不用，咱台湾人会讲 OK 绷嘛，过 OK 绷迄是对英语转日语转台语的嘛，迄是 OK BOND， 所以就 OK 绷。过喉带啦，喉带，绷带是规个甲空喙包开，迄个喉带。包伤大，偏大，因为喉带是甲可讲什么纱布啊，什么货嘛，对啦，喉带，我记喉带。山地民俗店的有水布、包胸布。白布料，你就迄白布嘛，一般拢白色的啦。当然，你用去关会时，伊迄个空喙用迄个嘛算喉带一种，只是伊迄个什么弹性绷带吼，敢若像呢，有水布，偏大，包大，绷带。条落记就是一个喉带，喉带有水布，当然会讲纱布啦。雅信就紧开甲，雅信就紧回头，看到一个人骹腿白狗的喉带，半体坐伫一个，半体坐讲半坐，应该是讲。半坐什么意思？躯坐体毋是，好啦，半坐伫张老青树骹，伊的手，哪是就紧冲过，伊发觉到张医师牙齿现出来，对伊真，我袂晓用，我嘛沙无中文迄个啥，迄个意思安尼，事故。恁前世事迄个世事，甲即个敢若佫无啥相款。事故，对吧？这是人情世故啊。世故，甲我感觉应该前头无啥相款。Very nice， 困溜，人情世溜。溜票，敢是细钱，世间事，社会经验，捌代志，计。所以，伊伫这台车这个标记，在对他事故地微笑，对，什么意思？叫做无意，还是安怎？因为这个张医师就是迄种个，
要吊人当的什么货？清茶无解精济，头毛无咧热，个安怎呢？你还记得无？咱来吞仔卡的时阵，我伫咧火车顶有甲你讲过，咱来遮要做替死鬼啊！正经查真啊，就真做替死鬼啊！张医师开喙第一句话就安尼讲：啊，你卡安怎？领先就真关心咧，家己关怀。那有安怎？婴仔落落来地就转去啊！无怪半世里啊！张医师讲甲无意无意，你平淡地说。平淡地说，我就感觉，当然我就讲嘛，你甲所有汉字拢甲读到台语，毋是讲完全袂使，只是迄个敢若听有台语的人敢听有啊，所以我就来讲甲无意无意。啊，你敢知影什么医生？战斗，伊应该是即个正，怎样讲？我袂晓。颤抖的颤，对吧？但是什么迄字，伊家读字，我就讲迄个啥，哭错，落错，所以有可能伊会惊嘛，就讲，你敢知影什么医生？哪是落错咧？你问，那毋知影，翘起啊！因为师搁讲甲。头前咧讲平淡地说，即嘛是淡淡地说。但头前会使讲甲无意无意嘛，因为家己骹断去，啊，即嘛别人死去啊。这边哪讲？头前讲无意无意咧讲，啊，即嘛咧，啊是只有做无意无意，头前无要意。淡淡地说，平淡地说。啊，你就是可能当作啥？看过足侪种心脑识别吼，对无？做一个医生人，毋尾啊，张医师嘛，敢若嘛转无命去嘛吼。就讲做医生的时阵，一直到伊无做医生还是啥，迄可能无看过平淡，直接叫伊读平淡，病正无。头前讲平淡地说，即嘛是淡淡地说，还是讲甲无意无意，讲甲平凡、普通，还是啥？真无意义，还是啥物货？所以。咱会毋知影，翘起啊！张医师就哪讲，佮哪甲记载比一个7个字去。哪是回头就了一啦，读册啊场会迄一排会观察，吐一个大气。张医师就继续讲落去。厝倒落来时阵，伊困伫我的隔壁床。救护队来的时阵，伊倒伫咧涂骹。举手举伊的手翘哟，举手指他的手膀，这是倒位啊？对迄寡走来走去救护人讲，甲我注射啦，甲我注射啦，我是心医生啦。第一，迄寡人听袂清楚；第二，迄寡人是按别位来，那捌你是阿公还是阿祖？就敢若做因走来走去，也无特别甲伊照顾，所以才会翘起。所以心理生知安怎啊？倒伫咧涂骹，举手举伊的手棍，伊举手指伊的手膀。甲我注射啦，甲我注，伊个知影啥物状况，啊，毋过别人毋知影，佮无到简章分类的时阵，就怎啊？真正是迄个啥？若准我咧看吼，目睭紧紧看伊怎死去安尼，毋知影。吞仔骹地动，亡灵对倒的仪式，伫咧地动了后1礼拜，伫吞仔骹举行。所有台北病院的医生当然拢
落南来参加对倒的仪式。迄个时阵，大家拢痛苦流泪，鬼哭神嚎，惨不忍闻。哭人惨做一伙吼，嘛就着真惨落别人。屯仔卡公学校伫咧1个月后，才伫咧临时搭的竹坪仔卡重新开学。原来1000个学生，敢若剩700个。从此，学校的学生敢若看到阿苗一个人单独来上课，搁一个人转去，已经无人会当记伊。伊头前有人其他的同学就讲：进来看，牧师的上生仔囝，伊上生仔囝即马无去一个啊。所以，这安尼阿苗才几岁尔嘛，所以讲拄着即种状况是无得料想的啦。讲已经袂阁有人记伊伫咧讲，进来看，看迄个牧师的上生仔囝，真正是安尼讲。所以迄个小说甲戏剧内底有一寡真差，就是安怎讲，故事的铺排，或者是戏剧的精彩程度无相关啊。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迄个《龙刀山》第2部剧《刀》的第13章，现在暂时先读到这。感谢收听，关房，拜拜。